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语，诗篇103篇1到3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典。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疾病。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今天是大斋期的第3个主日，再过2个星期就要主日复活节。求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整个主日崇拜，从头到尾都与我们同在。在现在世界的变局中，还有 COVID-19 的疫情当中，求主保守我们生活中一切都平安，并且有主的眷顾。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敬拜小组带领我们用诗歌来一起赞美敬拜我们的神。请弟兄姐妹平安。如果邀请你们身体许可的话，我们可以从我们的位置上站立起来，然后站立的同时呢，你可以跟你的左右邻居讲说：今天很开心见到你哟。另外再跟他说：我们一起来敬拜主。一起来敬拜主。接下来我们需要你们的帮我们拍节奏了。主，我们敬拜你，主，我们敬拜你，有尊荣和威严在你面前，让你圣洁为装饰敬拜。主，我们敬拜你，有能力和华美在你身说，让你圣洁为装饰敬拜你，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你澎湃，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天和其中所有都快乐。我们从头。主，我们敬拜你，有尊荣和威严在你面前，让你圣洁为装饰敬拜。主，我们敬拜你，有能力和华美在你身说，让你圣洁为装饰敬拜你，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你澎湃，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天和其中所有都快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和华作王，全地当在他面前欢呼。哈利路亚，耶和华作王，全地当在他面前欢呼。愿天欢喜，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天
中所充满的澎湃，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天和其中所有都快乐。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天和其中所有都快乐。亲爱的天父，主啊，谢谢你召聚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主啊，我们在神你的殿中发出赞美。主啊，让我的眼目，主啊，开我们的眼，注目看着你，定睛看着你。主啊，你是圣洁公义的主。主啊，愿神你亲自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孩子祷告，奉主的名祈求，阿们。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步。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谦卑亲近主。我们请弟兄好不好？注目看耶稣，注目看耶弟兄，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来换姐妹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我们再一次一起注目看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可以邀请你把你的右手放到你的胸上，也可以把你的眼睛闭起来，来安静的唱。来，再一次，我们注目看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步，跟着他同步，跟着他同步。阿们。烦恼苦重担，当亲近耶稣，必享安息，必享安息，必得满足。凡饥渴慕义，来寻求耶稣，必享甘泉，必得饱足。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
父神。主啊，谢谢你安静我们的心，来预备，来领受今天所有的信息。主啊，孩子们在当中，让我能够用歌声来赞美你，赞美你天父奇妙的恩典，赞美你无限的恩惠。主啊，因为你的爱永不改变。孩子祷告，奉主的名祈求，阿们。我要歌唱天父，我要歌唱天父奇妙的爱，我要歌唱天父无限恩惠，他的爱永不会改变，永不会虚伪，永远信实的慈爱，压伤的芦苇它不会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也不吹灭，他的爱，他的爱永不会改变，永不会虚伪，永远信实的慈爱，慈爱，他的爱为我坠的十架，为我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为我再来的君王，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天使或空中掌权者，都不能使我与基督的慈爱隔绝。弟兄姐妹可以安静心，我们来唱给你听。我要歌唱天父奇妙的爱，我要歌唱天父无限恩惠，他的爱永不改变，他的爱永不会改变，永不会虚伪，永远信实的慈爱，压伤的芦苇它不会折断，这就是我们的主。将残的灯火它也不吹灭，你坚信吗？他爱永不改变，他的爱永不会改变，永不会虚伪，永远信实的慈爱，慈爱，慈爱，他的爱为我坠的十架，为我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为我再来的君王，我深信不论是生是死，天使或空中掌权者，都不能使我与基督的慈爱隔绝。他的爱为我坠的十架，为我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为我再来的君王，我深信不论是生是死，天使或空中掌权者，都不能使我与基督的慈爱隔绝。他的爱为我坠的十架，为我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为我再来的君王，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天使或空中掌权者，都不能使我与基督的慈爱隔绝，与基督的慈爱隔
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主啊，谢谢你再次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赞美的机会。主啊，我们献上感恩，我们献上赞美，我们也安静我们的心来领受。孩子祷告，奉主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样站立，谢谢我们敬拜小组今天带我们进入到整个崇拜的当中。我们一起来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在周报的封底底下有，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门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愿荣耀归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弟兄姐妹，请坐。今天的起印经文在诗篇的第63篇1到8节，也就是在旧约的591页。由我来先起，底下会众一起回应。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缺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奉告你的。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惊的时候思想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我们来为以下的事情祷告。我们为西欧的国家卢森堡，整个基督信仰能够进入到生活文化当中，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的祷告。我们也为台北过理公会北山教区的教会祷告。同时，桃园成功的布道所是菲律宾籍的宣教士 Alama Richard， 为他们的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得人传告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我们更为台湾的行政首长以及各级官员来祷告，求主赐予智慧、聪明，给予执政掌权者赐福台湾人民。我们更为台湾的儿童及青少年能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还有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来祷告。同时，现在的疫情这么的严重，
我们也为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疗人员、军警人员祷告，求主赐平安，工作顺利。经课，今天的经课在以赛亚书55章1到9节，以及灵前第10章1到13节。我们请贺兆鼎弟兄为我们来攻读。经课的第一处在以赛亚书55章1到9节，旧约811页。以赛亚书55节1到9章，旧约811页。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召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上帝，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上帝，因为上帝必广行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经课第二处在哥林多前书10章1到13节，新约187页。哥林多前书10章1到13节，新约187页。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上帝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渐戒，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以上是今日的经课。我们谢谢贺弟兄。接下来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17章1到19节。
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7次得罪你，又7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必听从你们。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坐下来吃饭了，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侍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以及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到，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到自己已经好了的，就回来大声地归荣耀于神，又匍匐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也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接下来我们请诗班为我们献诗，诗班请。
我们谢谢诗班为我们献上这样子的喜乐诗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今天请蔡一文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传讲神的话语。今天证道的主题是责任和感恩。蔡牧师，请。弟兄姐妹平安，如保罗的问安，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并耶稣基督归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献上感恩，带领在主你所定的圣日，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心的敬拜。主你赐下话，让我们领受生命的灵粮，生命的活水。由圣灵引领，赐福带领今天的敬拜，这样的仰望，由主圣灵来引领，带领进入真理，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过去在离开在小港的前一个教会，那有一位年轻的弟兄就问我。说我们教会的问题在哪里？最大的问题在哪里？那时候想了一下，说我们的弟兄姐妹信心小，信心非常的软弱。那今天我们刚才读完了路加福音17章1到19节，读完今天的经文。那这一段里面强调的就是主所赐下的信心带来了效力。我们可以这样来说，宗教是信仰的问题，信仰谈信心，不是谈科学，这点要分清楚。但是这样说，并不是意味着信仰不需要科学的佐证，而是说信心是生命中很重要的心灵活动，是一种生命奇特力量的显现。那我们今天我们分2大段对信心跟仆人的本分1到10节，这里我们可以仔细来看那刚才师会已经读完经文了1到4节这里看在第1节这里。什么是绊倒人？这句话里面原本就是指的诱惑到犯罪，意思是一再的想办法使人离弃上帝的话和教导。这个字的背景来源是古代抓猎物的时候用饵来诱惑猎物上钩一样所以今天的人在钓鱼的时候，为了使鱼来吃饵，还会加上香料这种叫做诱惑到犯罪。另外一方面，这个绊倒人一词也表示绊脚石的意思，就是故意放着一个障碍物，害人在不注意的时候跌倒。在马太福音16章23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因此，绊倒人是故意的行为而且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才采取的行动，这样的人很难得到赦免，因为这样和故意陷害人罪恶深重。好，第2节提到了磐石那我这里
有抓到一个耶稣时代的大磐石这里可以参考。那这个磐石是指的古代用来磨谷物的一个器具，几乎家家都有。而磨石一般都是大家族才会使用，相当重的一个大的石块那用这个磨石绑在人的脖子上面，然后将这个人丢到海里去哇，这个人必死无疑可见他罪孽深重不可饶恕再来，圣经所说的犯罪，意思是指的离弃上帝的道。耶稣用这种大家在生活能看见清楚的材料当作比喻，形容若有人用各样的方式故意引诱别人犯罪而离弃上帝的道，他说这种人倒不如用磨石绑着将之丢至海里比较好。原因是上帝不会宽恕这种故意诱惑人犯罪的人。在第3节、第4节里面在前段的警戒之后，这一段里面比较积极的一个教导就是说劝勉他人不要犯罪，而劝勉最好的方法就是让犯罪的人有悔改的机会。换句话说拒绝别人悔改，或者使人失去悔改的机会，也是一种罪，因为那等于没有劝勉别人悔改一样。第4节里面讲到，若有人一天7次得罪你，每次只要这个人回来表示悔改，也都要饶恕他。在马太福音18章21、22节有类似的记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彼得来问耶稣：“若有弟兄得罪了我，要饶恕他几次才够？”他还问：“7次够不够？”耶稣回答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7表示完整的意思，意思是说，这个人一再的得罪你，只要他知道错了，就要原谅他。意思是指不能拒绝知道认错的人，一定要宽恕、赦免这个人，因为这和人一再犯罪，上帝一再赦免人的罪过是一样的。饶恕人真的不容易，但是这里要想到人跟上帝的关系。我想我们可以学习，愿意来接受。因为我们可能会经历到一些痛苦、流泪、病痛、软弱、灾害，人一时间没有办法承受的一个伤害。这时候，有时候在探访的时候也碰到这样的情况。这时候我们不是牧师多强、多会安慰，而是我们都应该到上帝的面前，到上帝的面前来，因为主耶稣为我们被钉十字架这样的一个牺牲的大爱，可以安慰在世上所有的这些伤害，也可以学习来饶恕别人。所以饶恕不容易，但饶恕是把焦点转到主的恩典上面。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牧师也在学。不是在学，饶恕的功课。好，接下来路加福音5、6节，我们这一节是金句，我们一起读一下嘛。来，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那第5节这个地方说到
门徒们请求耶稣加增我们的信心，但没有指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说这句话。不过从福音书的记载里面，有一次耶稣和门徒搭船经过加利利湖的时候，突然遇到了大风浪，船舱内进了水。在那非常危急的情况当中，门徒大叫在船上睡觉的耶稣，并且说快要没命了。耶稣醒过来，平静了风浪之后，他反问门徒：你们的信心到哪里去了？你的信心到哪里去了？好，我们来读这一节，在路加福音8章25节。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上述这个资料里面显示，耶稣的门徒也有信心不够的时候。耶稣的门徒也有信心不够的门徒。我想门徒跟我们一样是同样性情的人，我们人是有软弱的，很可能，这句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在早期的教会的信徒里面，在祷告中经常出现的句子，原因是迫害的事情非常的多，有人心中不安。我们从希伯来书里面来看，希伯来书，求主加增给我们信心。希伯来书11章36到38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请。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是当时的破坏，非常的严重。所以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也使得许多信徒显出信心的软弱，而离弃了原本坚持的信仰。在希伯来书3章12到13节，我们来读。来，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这句祈求增加信心的句子，也可能在解释前面赦免7次，因为受到破坏，是否要在祷告中为这些破坏者祷告，那确实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要赦免宽恕那些迫害已经很难了，而且要对同一个人要宽恕7次，甚至完全的赦免，这绝对不是平常人所能做得到的事情。好，第6节提到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在马可福音4章31节这里有提到。来，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还多小。那说到芥菜种，是世界最小的种子之一。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芥菜种，像那个吃那个烧饼那个芝麻，芥菜种的种子，然后它长起来，隔壁长起来是这么大一棵树，所以小鸟可以在那边那边休息。这是芥菜种。那用芥菜种子来形容信心，已经很清楚的表示，对上帝有真实信心的人，即使从外表看起来不明显，但是就算要移山倒海，也不会有困难。在马太福音17章20节，我们来读。来，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山从
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若连移山都没有困难，何况要移动一棵桑树？当然更容易了。这里用到桑树我也抓到那个，大概要爬上桑树看耶稣的那棵桑树中间那一棵，我上蛮大的大的可以爬上去这里用桑树，原因桑树的根很深。有一种说法认为，桑树的根可以存活很久的时间，而相对于芥菜种那么小的籽粒，只要有这么一点点的信心，就算移动那棵深的桑树根，也绝对没有困难。但是我讲到这里，请注意，基本上谈信心，不是对人，而是对上帝要绝对真实的信心。好，讲到这里，对上帝要有绝对的信心，而对人呢，对人要怜悯，因为人真的是很软弱，因为人不都有信心的。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2节，人不都是有信心。那这一点在马可福音要全信靠上帝。马可福音11章22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上帝。”这里强调的要对上帝有信心这讲到，因为人常常会改变。我们生活里面这个世界也常常发生变动，但上帝的话和他的爱是永不改变的。在以赛亚书40章8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感谢主。接下来我们路加福音17章7到10节这里，我们继续来看，刚才念过了。那这一段有关主人和仆人的比喻类似的经文也有在路加福音12章那个地方35到38节，但两者的差异很大。那后者就是路加福音12章这个地方，主人会和仆人一起吃饭，并且亲自的伺候仆人。但要注意的是，后面路加福音12章所提到的背景是跟末日来临的现象有关，因为耶稣说来到世界上要伺候人。在马可福音10章45节，我们来读。来，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但现在我们路加福音17章的经文的背景有可能是主人和仆人同时从田里和牧场回来，主人不可能服侍仆人基本上要有这样的当时的这个背景文化的认识仆人服侍主人乃是本分既然是本分，就应该要顺从。在第10节里面可以清楚看到一个重要的时代的背景，就是早期教会里面有人认为自己已经为福音的事工做了很多的事情，也希望获得特别的尊崇和礼遇。但这一节里面清楚地指出，福音的仆人尽本分是应该的，没有什么求功好赏的理由。这对今天的传道人是非常重要的，而对领受福音恩典的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受过洗的基督徒就应该存心感恩来参与福音的事工，说想要据此要得到特别的纪念和奖赏是不正确的。第10节里面呢看见到，
使徒保罗也特别指出，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因此领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已经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恩典，只能存着感恩的心，投入福音的事工，来回应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救赎的爱。这样的态度才是正确。好，想一想，尽信徒的本分，就是在回应上帝拣选的爱。好，这里我们读到路加福音17章7到10节这段经文里面，耶稣用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来说明参与福音事工应该有的认知，就是我们当做完上帝吩咐所一切的事之后，我们应该这样说，就像经文里面所说的哈，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应分做的，而不是要得到上帝的道谢啊，应分做的，这就是尽责任的意思。啊，尽责任的意思，所有的讲题里面责任啊，尽责任的意思。那圣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仰的认知，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条件可以被上帝拣选，是因为上帝对我们特殊的爱，啊，特殊的爱，就像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说的，在申命记7章7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所谓在万民中是最少的是，意思是怎样？非常的软弱、无助，会被人瞧不起、欺负的对象。但因为上帝的拣选，才使我们变成人人尊敬的国家民族。因此，被拣选成为上帝的子民，是一种殊荣，比世上一切的都要尊贵。所以，在教会里面要有这样的认识，不论我们做了多少的教会的事工，都要说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而做，除非那个教会的事工不是为福音，而是为图谋私人的利益。若教会推动的福音的事工，我们就要在完成之后，用耶稣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话，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感谢上帝，让我们有机会来参与这样的事工，这才是正确的信仰态度。每当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都会想起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参加教会的团契啊、小组啊，主日的领会啊、领唱啊、诗班啊、收奉献啊、成人主日学、儿童主日学、夏令营、退休会等等，做了很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会跟牧师说：“哎呀，给我们一点经费去露营郊游这样子。”但牧师都会跟我们说一句话，马太福音6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读：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感谢主只要财宝到天上。但是那时候年轻都会很失望，大家都很失望，心里想怎么有这样的牧师呢？但是如今想来，这确实是很正确的一句话。好，第二大段，谁是感恩的人？从11节到19节这个地方，我们刚才也读过这3段经。好，那这段经文是路加福音特有的资料，也是以撒玛利亚人为题材，显示路加作者对社会边缘族群的一个重视。跟路加福音第10章25到37那个地方有讲到，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有异曲同工的之妙。好，依据在利未记第13章45到46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断发，蒙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
麻风病患者不能居住在社区里面，必须被隔离出来，而且进入城里面，若遇到有人迎面而来，就告诉不接近不接近，让用这样的方式警告对方，好让因为会传染迎面的人能够闪避躲开的机会，其实想到那时候的麻风病，那时候的也是一个绝症，那现在我们这个新冠状病毒一样，如果有被测出来是阳性，都要隔离，那隔离，那得了病被隔离，人都要闪开，有时候得这个病真的很受伤，去体会那种很孤独无助的感觉，我听到过去早期被隔离者在已经隔离1个多礼拜了，他隔离2个礼拜了，他在隔离的房间里面，每天都看着外面窗户打开，他有一次他就手就伸出去晒太阳，他觉得很无助，他只能在那边，他那个心境是很无助的，只能在那边怎样等候，耐心的等。在11节里面表明在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之间有一个专门收容麻风病的收容所，这是抓到拍摄撒玛利亚城的1890年。那这里段经文里面很有意思的，犹太人本来跟撒玛利亚人不相往来，连平时的接触都不可能，更何况居住在一起。但这10个大麻风病患者却住在一起，而且他们当中有一个撒玛利亚人。那这个收容所可能还有其他的麻风病患，也是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同时住在一起。这正好说明了，因为得了当时所谓的死亡的这样的绝症麻风病，使他们同病相怜，不再受种族的歧视，不再存有骄傲的心，他们都在一起。因了这样的病，本来是不相往来的，因了这样的病，他们可以在一起。就看得到，有时候人生病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柔软下来，甚至可以放掉一切的仇。这里本来是世仇的，但因着这样病可以在一起，可以在同病相怜。12、13节，这些麻风病人听到有关耶稣使麻风病得到医治的事情，所以当他们远远看见耶稣朝着他们走过来的时候，他们没有再往前走，而且遵照利未记刚才读到经文摩西的律法里面，隔着人群，耶稣保持一个距离，远远的站着，而不是对耶稣高喊着不洁净不洁净，要耶稣离开他们。相反的，他们是高声的喊叫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在14节这一节记载，你们耶稣对10个大麻风的一个反应只跟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这是耶稣开的药单方，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这么简单一句话，却点出耶稣身上有上帝特别的能力。他的话像创造的力量，只要他话一出，所有的疑难杂症马上得到医治。这一节表示耶稣的身上确实有特别的能力，使他以一句话就医治了10个大麻风，这是集体得到医治。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上帝才有这样的能力，就像在旧约里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迹一样，是
全体的全体的，而不是个人的，单独个人的。那15、16节这里，这10个大麻风同时得到医治。作者提到，这10个大麻风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这个人看见到，自己痊愈了，随即赶回来，匍匐在耶稣面前，不但表示他由衷的感谢，大声的赞美上帝。麻风病得着医治，这真的是如同生命重新再造一样，应该连他的家人跟亲友也有相同的感受。那17、18节是耶稣提出来的询问，很重要的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得着医治的有10个人，却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感谢歌颂上帝呢？为什么会这样？耶稣的疑问是说，其余的9个人在哪里呢？这很可能犹太人一向认为他们是上帝拣选的子民，而上帝照顾医治他们是应该的。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个重要的认识：感恩就是表明对上帝的顺服。会感恩的人，也是内心谦卑的人。19节这里凡是谢恩那知道感恩的人，也是心里有信心的人，因为能使一个人生命获得拯救，是信心。也因为信心，才会使人对上帝有绝对的依靠。现在回来的是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的心中，对撒玛利亚是一个肮脏、不洁净的人，但因为他知道回来感谢上帝的救恩，所以耶稣给他一个更大的赐福，就是对他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这句话说明了不仅是身体得着医治，也表示他的生命将会因为信心而与上帝有连结的关系。我们想一想，知道感恩，就会知道自己的有限而不足。想想看，什么样的人会知道要感谢上帝的救恩呢？最基本上的就是谦卑的人。这样的人非常清楚，并不是自己有什么资格可以被上帝拣选，而是因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爱。谦卑的人会明白，自己身上所有的才能都来自上帝的赏赐，没有什么可以拿来夸耀的，没有。若不是上帝的恩典，没有将我们的才能收回去，否则这一切都是空的。所以约伯在遇到极大的困境的时候，就很清楚的表示，在约伯记1章21节，我们来读来：自生出于母胎，也必次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认识。我们出生的时候没有带什么东西来，更谈不上什么才能。我们身上拥有的才华，都是来自上帝的赏赐。用这些来自上帝的赏赐的才华来感谢上帝，才是正确的态度。有位牧师去探访一位很久没有来参加聚会的一个姐妹，在谈话当中，她一再的抱怨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其中包括她的先生生重病。这位姐妹很生气的说：“上帝为什么都不听我们的祷告，也不赐福我们家？我们家的儿子决定不再去参加聚会了，也不再奉献给教会了。过去他们家事业曾经很辉煌，而且就算是丈夫生病了，生活也一样过得很富裕。因为她丈夫曾经在事业辉煌的时候赚了许多的钱，生活也一样过得也是生活也
也积存了不少。当牧师听完了他的叙述之后，要离开前，就邀请这位姐妹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吧。”这位姐妹，她竟然回绝说：“牧师，我看不用了。”牧师听了很难过，也很受伤。牧师一直在思考这个事情，在他们事业相当发达的时候，是否真心的感谢上帝？或是否他真的献上上帝所赐福给他们最好的部分？他们不认识上帝吗？其实他们认识，只是现在他们认为祷告没有如愿以偿，就抱怨上帝起来，故意拒绝承认这位曾经是赏赐给他们许多恩典的上帝。很遗憾的，他们落入了恶人的里面啊。所谓的恶人啊，在诗篇第9篇17节这里，一起来读。来，恶人就是忘记上帝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另外，有位牧师在教会的工作上面也碰到了这样一个会友。这会友他经常提醒牧师说，都有需要他出力的地方，一定要让他参与。原因有一年台湾台风，大概是莫拉克台风然后淹大水，那是他公司的仓库都淹水，所有的进口的货品都泡在水里面，不但资本就全没有了，更严重的，对，还欠了一身的债。这个会友在下游的厂商也跟牧师说，他们都认为这个公司大概会倒，会结束了。但是经过2年的努力，这家公司的营运逐渐步上轨道，越来越兴旺。这会友跟牧师说，他深深体会到这个是上帝给他极大的恩典，要他在福音的事工上面做最好的同工。因此他来问牧师说，可以参与事工。在这里我们看到，失败并不表示上帝他不照顾的，上帝他赏赐给我们许多的机会，也给我们许多的才华，只要我们知道善用所得的才华能力来回应上帝赏赐的爱，在福音的事工上面存着感恩的心来参与，就会像那回来感谢耶稣医治的并颂赞上帝救恩的撒玛利亚人，获得耶稣给最大的应许：你的信救了你。不要像耶稣所疑问的，在17节那讲到，那9个在哪里？当我听到耶稣疑问那9个在哪里这样的疑问，就会让我们想到在创世纪里面，亚当夏娃犯罪了。创世纪第3章里面，天起了凉风，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对他说：“在哪？”求主怜悯，求主怜悯，求主赐下给我们信心。门徒他们也有心情软弱的时候，跟他同样是性情的人，依靠主，依靠主，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仰望主，主啊，你在罪恶污泥当中，你拯救了我们，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经过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钉死，成就那永恒救赎的恩典。当我们领受这样的恩典的时候，主啊，我们真是献上感谢。虽然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病痛软弱，可能也有不饶恕的人或事，我们有没有办法医治的，好像
可以医治的这些病痛、软弱，而且我们流泪的大声的呼求，主你都知道。你让我们经历这些，因为主耶稣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极大的救恩的恩典当中，我们都得着了。我们献上赞美，求主带领我们在是寄居的日子里面。虽然我们有时候会信心小、软弱，但我们学习主的榜样，学习使徒的榜样，好叫我们依靠主，好叫我们走在这世上的时候，依靠主的恩典，用主你赏赐给我们各样的才能、恩典，好叫为我们能够活出主你赐给我们的生命的恩典。献上赞美，求主赐福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经历主你的恩典，我们献上赞美，要将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主。这样的祷告、仰望、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阿门。我们谢谢蔡牧师用神的话语来坚固、激励、造就我们。来看今天的金句，在路加福音17章第5节、第6节，我们一起来攻读2次。弟兄姐妹一起来。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们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必听从你们。”我们在福音是求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5到6节。好，现在请我们一起起立，用回应诗歌来赞美回应神对我们的爱。求主领我。求主领我免走错，提醒引导我前路。主在身边成全，愿在主中居住。领我，求主领我免接错，恩永远心追，直到享受天家乐。世上风涛浪轮滚，主使我灵归难说，一切希望都成主，主领进着我心头，领我，求主领我免纠错，恩领我能专略，直到享受天家乐。求主之中引领我，直到今世风暴过，使我安定退缩，在无眼泪的痛处，领我，求主领我领我
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奉献，也请大家预备心，恭敬以金钱奉献来表达对我们神的感恩。请司献同工到台前来。请弟兄姐妹坐下。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教会聚会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好，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唱完第一次之后呢，我们可以彼此互相起立，拱手问安。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永远的你。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如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我们可以彼此问安。感谢主，我们请坐。
下面有一些报告的事项，我们一起来看。那教会的周报上面都有。今天呢是我们大斋期第3的主日，也欢迎实体跟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给我们。我们教会呢依照卫福部的2级防疫标准呢，在3月份开始，我们已经解除聚会人数的限制。但是呢，也请我们在座所有的会众呢，依循教会的防疫规定，严格执行洗手、戴口罩、量体温等等，营造良好的崇拜环境。同时呢，今天我们台语堂是志坚牧师证道，我们也感谢今天的国语堂蔡牧师的证道，也请为我们的牧者家庭以及侍奉顺利来祷告。那最近呢，我们教会有蛮多的这些培训的课程，那如果说有空的这个弟兄姐妹呢，也可以积极的多参与哈。这里面大概有几个，第一个是教会的制服艺人学院，现在已经正式开始开课了。那请弟兄姐妹为制服学院有机会能够接触到福音的朋友，以及整个活动的顺利来祷告。因为我们制服学院呢，每一季大概可以接触到差不多250个人的这个慕道友以及相关的这些不是我们教会的会友，所以呢，如果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当中营造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那也能够让这些的会友跟我们教会产生非常好的连结。同时呢，教会安排星期4的4月14号祷告会暂停仪式，4月15号星期5的基督受难日的祷告会合并举行了。那也邀请弟兄姐妹来参加。最近的这个成人主日学也已经开课了，也欢迎弟兄姐妹来选课，并且为成人主日学课程进行来顺利祷告。同时最近呢有几个课程，包括我们周3的晚上的卫师理课程是由蔡牧师所主领的。在上个星期3晚上呢，已经开了第1堂课，几乎是爆满所以有时间的弟兄姐妹真的可以来一起参加。那总会教育委员会也在借本堂，在3月26号，星期6呢，我们会举办圣乐的研习会，也请为教会圣乐侍奉的学员来祷告。还有包括今年2022年读经计划。卫理神学院的新学期的神学课程，这些种种的课程呢，也请弟兄姐妹积极的参与。我们也为今年升大学、高中的考生来关心祷告，包括大学的赵正优、汪瑞恒、尤伯彤、尤伯仁，那高中的廖寻生，国中的谢蒙恩、曾凯柔、张维义、张维富，国小的周雨彤、温柔飞、蔡君恩、李木恩，保守我们以上所有的这些的学子，能够顺利的。同时呢，我们教会2022年教会的聚会人数增长，到去年是170几个人，那我们今年的这个人数希望能够增长到210人，求主增添我们得救的人。同时因为教会最近这个事工非常的多，所以呢，我们教会招募下午班的1点半到4点半的志工队友，能够到教会来这边协助教会事工，实践今年为爱出走的这个目标。如果有意愿、有时间的会友，也可以到我们公布栏那边去填写资料。那今天呢，我们的蔡牧师到凤山教会去关怀探访，我们也为以下的这些肢体来做祷告第一个是我们为施打2到3剂的会友，在施打当中有平安，施打之后身体有良好的抵抗力来祷告。同时以下有一些弟兄姐妹身体不适，吴怡琴眼睛术后，以及周雄老师的身体治疗，邱美满姐妹头痛检查，还有包括许银华、涂瑞玲姐妹的脚伤复原，赵淑云、薛雅文，以及陶英兰、王爱玲术后的复原，黄秋姐妹、赖瑞美的母亲，还有黄彩和、黄丸子、孙妈妈、刘世文，我们都为这些肢体来祷告，保守我们长者们身心健康健壮，
求主带领我们的教会。以上报告。三一颂，我们一起起立。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我们请蔡牧师为我们做祝福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阿门颂。阿门。阿门。阿门。请坐。我们在订阅中结束今天的主日崇拜，感谢主。